可以吗？嗯。我们来一下哈。那赶快哈，也来找我们的那个佛塔大歌星哈，麦克风等一下会找你一下，好来。大声一点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敲起这个舞台哈，来马上给他啦，别回去睡起来，你记得他喝的水再给他啦。好来，世界第一点，什么种人，因为世间有善的人，有好嘢人，也是世间有不第一点的人，咱要做第一点的人，叫做修行的人，修行的人第一点。啊，所以咧，老师甲咱讲，修行无好嘢善。所以各位同学哦，我先来来了哈，心的风景，亲像大海的风景，有时平，有时平，心爱道理你着相信。人生的环境，不是上天来注定，无怨天，无尤人，也像命歹拢自己。一脚步，一脚印，一心打拼无怨尤，一手刀，牵手行，我是世界第一人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唔通怀疑来修行，唔惊风，唔惊影，你是上天好孩儿。感谢光阴。是受苦可是你，明明你无了时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音乐小声一点。来，各位同学哦，咱拢已经在这5月份，这5月母亲节拢没一样。那在学习道歌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口开，你的细胞就会开。所以等下请把它亮出来，来，音乐大声来，开始喽。心爱互你，你就是人生的环境，不是上天来注定，无怨天，无尤人，也像命歹拢靠自己。咱讲甲咱讲，千金难买真心事吼，千金难买桃花贵春，千金难买啥知影，千金难买寸光阴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咱爱有劲，还要有智慧，紧握金线，把道好好修。一脚步，一脚印，真心打拼无怨尤，一手刀，牵手行。我是世界第一人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唔通怀疑来修行，唔惊风，唔惊影，你是上天的好孩儿。一脚步，一脚印，真心打拼无怨尤，一手刀，牵手行。我是世界第一人，是缘分，是注定。唔通怀疑咱来修行，唔惊风，唔惊影，你是上天的好孩儿。迄个光阴，天是着受到好时机，有名气，有了时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大哥啊，你有几厝的吼？上天拢挂互伊啊吼，要智慧有智慧吼，啊要财富有财富，啊要健康有健康吼。好来，咱即摆来哦，我们来第2次哦吼，来。来哦，第2道啊，万一将麦克风会当举手吼。哦。